第22屆流時自我新正理，迎樂變奏。切開我心塊，臨界狀態把身家來變賣。如鬧下去，你需要盡快，多1分鐘有可能變壞。如你悶了笑話，我盡派，能夠為你有幾百件貨賣。遲晒大到我需要盡快，多1分鐘你精神破敗。影低幾個可怕可愛的角度，由上而下憑直覺無造作，腦幹內漫天飛舞，小心怪人，浪到天光都想擘大眼瞪，幾大要爭氣睇到空一才完全熱身。慎防嚇親人，要怪就怪那主角愛得死去活來，算了吧，會否爭取放開，永遠不加理睬，願望自在四海，但是你是怪胎。等到幾個不見不散的旅途，如未能獨來獨往，誰共往？腦幹內漫天飛舞。怪人，浪到天光都想擘大眼瞪，幾大要爭氣睇到空一才完全熱身。這位愛人，壞了，那個想像美景，其實只派廣告俾佢跟真。愛恨分清嗎？你愛我嗎？面對面心裏語罵。你愛我嗎？我便怪你真的喜歡嗎？是真心喜歡嗎？真愛如畫。發生一於要呼氣吸氣運氣才完全熱身。這位愛人，壞了，那個想像氣氛全能不及用文急劇作分。慎防冷親，慎防冷親人。和氣氛緩和這怪人。樂迷可於即日起至7月20號期間，透過澳港視網站 tdm.com.mo 登入投票專頁，參與投票支持你嘅心水至愛歌曲，一齊力撐本地原創音樂。